主厨好时刻。唉，这种事哦，我对他是真放心。不过根本应该都算唔到啦。啊，系啊，阿炳哥，哎，點解啦？係要搞大家煮乜嘅好食嘅料理啊？有啲三層肉啊，三層肉誒，其實你唔是做啊，我是應該算唔到。係啊，唔怕等下我煮好先做成跳事啦。哎，煮個菜面嘛講哦。哦，因為咩啊？菜脯香酥五花肉，菜脯香酥五花肉，誒，蘿蔔乾香酥，三層肉，三層肉，含那皮胸啊，連皮啊，配咗就好食，切泡泡嘅呀。要是說用整要炸要炒要煎，用炸，用炸，用炸，咁你上就一定香酥酥啊，扯扯樣嘅啦，就我講實在話，唔一切吼，我個可能一開始料理都有吼，你頭腦冇膽氣就看一下。係，你講按斤收嘿，唔會啦，那凍醬啦，哎呦，那起後面唔煮會落去啊，煮會落去啊，做睇佢嘅按醬嘅啊，副歌度啊，狂啊，替人生不應是按醬嘅打鋪。你看，你聽他冇當有啊，有在咧嘛個蝴蝶結啊，其實有時唔是嚟聽書嘅。我那睇少切咧蔥啊、蒜啊、辣椒啊，本。糖光我細粒嘢食埋出嚟，我細粒嘢食係鹹卡拜。你要點樣切？先有嘅。直接切蔥花呀。蔥花，好醋的嘛。好醋的嘛，好。我哋多誒，兩件、三件、四件，差唔多。好，全部來。好，我多。是從個過年嚟嘅，較素的唔是按香油。係，好的，係。香油哈，處理好，即係先來下個來滷一下。哎呦，做要是三隻，行開會切嘅。係喲，很好厲害啊！哦，咁多調油。調油啊，一個主要是看見到太個要用嘅，主要用調油、胡椒粉、有湯，就要調油就要糖，有湯，有水分糖，入面渣渣嘅。我做夾到下，當然係要添啲嘢嚇。好啊，因為馬莎要填哦。裝燒字，裝燒字，哦。好。邊的？我邊叫嘅？叫做的咧，那混。你就會啊？嘿，馬蟲做的，那番薯粉，啊，那個番薯粉，渣渣嘅，嘿，番薯粉，一係병下泡，哦，油係幫佢凍燒，你看，哦喲。那你泡天去宜蘭啲泡牛媽冇？是係攞佢泡到樣叉叉樣嘅啦。啊，那睇下宜蘭，你知三鮮香係嘛？有名嘅料用的泡牛。泡牛，其實佢用嘅牛啊，冇強龍地方。你用咗三隻牛好，可以食好多好啊，食得好吃。仲愛呵。不過，冇睇呢啲。牛啊，是樣泡一下，泡到佢叉叉樣嘅。好，再拿料魚來。哦，好多暗叉哦。係啊，因為食咗就會扯扯啊。我家睇整用一寸火團喺度煮油晒，就像咁豬油泡樣食咗扯扯樣嘅菜脯啊。油泡。係過下腰咗咧，哦。以前有兩菜哦。成咩件？我俾個走呢，你真嗰個唔好跳走。唔係佢跳下，佢浸到水啊！其實兩菜啊，豆腐下做凍簡單㗎。喲，辣椒味那個切，強龍樣切地熟咧。
你一菜脯咪好咧，係好多樣嘅咧，叉叉樣嘅啦。你咩多少擦擦啊？誒，啊，你不聽我爛冇？唔會啦，咧係辣椒唔會辣。我唔不咁多。三皮呢？三皮太辣椒呢？一些要靚菜啊，當簡單，你切紅係咪處理好咧？叫熟咧，講啊你啲老咧啊，啊？睇下老咧，五花肉看，五花肉、蘿蔔乾，誒，火鍋，火鍋以後點講下？先挑水地個，用什麼？哎呦，還是吃些油熟啊、母熟啊？先搞問啊。切出來嗎？切出來嗎？係水地嘛？哦，好嘛。誒好，個要切切咧，老咧。破好蒜頭啊，哦，不用下鹽，全部不用下鹽，攪嘅時候咧，睇下你啊，切到當辛苦咧嘛，蔥啊、蒜啊，辣椒不用下鹽。邊呢？一樣熟咧。醬料。係啊，佢啲長破魚落嚟咧，用用啊，燒啦，攪，會香味會出來。有出就按呢。哎呦，當簡單啊！啊？好，胡椒粉，係。你確定裝手機嘅天要出來哦？係啊，越講越甜嘅時候比較好食。胡椒粉一樣，哇！但係，哇，很簡單，仲有婆婆啊，蘿蔔乾婆婆啊，哇，葱嘅辣椒誒，蒜呢，好辣椒呢，切的，胡椒粉蘸。攪樣做咧，要加，要茶盤，要做啲培麥椒，好，是了的，哦。好嘞。很簡單。係啊，好簡單啊。瓜皮嗬，仲要瓜皮嘛？係瓜皮，係。好。你看已經這樣切好葱了，應該是弄好啊。沒，要記得話中有話哦。你想嚟切動漫？唔係啊，我講緊做長腳嘅啊。係咪重要？菜脯香酥五花肉。好，菜脯香酥五花肉，就要看你菜脯香不香酥，五花肉不五花肉哈。大家聽聽嚟吃吃看啦啊！好，菜脯香酥五花肉，葱誒蒜頭切幼幼誒，辣椒誒切細細誒，五花肉切細細地，用豆油、胡椒粉、糖、鹵糕。甜鹵糕的五花肉拌番薯粉，蘿蔔炸到金黃色後留起來，蘿蔔乾也同樣，蘿蔔過一下油留起來。甜炸好的蘿蔔乾、五花肉加到嘅蒜酥，切好的蔥誒、蒜頭、辣椒誒攪拌勻，安尼做裝盤咯。